我是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形象大使康康，我代表卫生康复职业学院欢迎你。今天就让康康带你走川康吧。我们学院坐落在四川省自贡市，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，这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素有颜之都、龙之乡、灯之城、食之府的美誉，是一座让你流连忘返、大饱眼福和口福的城市哦。这就是我们的学校——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。虽然学校还不是太有名，其实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。前身是加拿大基督教会举办的仁济护士学校，我们的校训是大人求学，大医济人。今年正好是母校100岁的生日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过生日哦。学校有2所3甲附属医院，自贡市第1人民医院和自贡市第4人民医院，这可是我们自贡市最大的医院。专业课大多数是由附院的临床老师授课，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到医院见习实习，医院导师能够1对1指导我们的专业学习，早临床、多临床、反复临床，在我们的学校能够彻底实现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办学优势。学校现有临床医学、针灸推拿、康复治疗技术、护理、医学美容技术、医学影像技术、医学检验技术、药学、中药学等11个专业，每年的就业率都超过92%。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也是超厉害的，师兄师姐们连续3届拿下了全国康复技能大赛的冠军和3届全省护理技能大赛的冠军。我们的老师也拿下了很多大奖，比如徐林老师获韩国大邱国际美容美妆大赛最高荣誉奖，李鹏杰老师获全国卫生职业教育药理学中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特等奖，是不是超厉害的？我们可以到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昆明等城市的大医院实习，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。我们还有机会到日本、德国工作，到韩国读本科、读研究生。总之，这里许许多多的机会等着你，你可以在这里创造无限的可能。接下来就跟着康康的脚步，一起走进学校的生活吧。学校有丰富的社团活动，现有思政类、专业类、文体类、手工类4大类27个社团，让你的课余生活变得充实快乐。你可以在舞台上一展歌喉和舞姿，你可以在赛场上挥洒汗水，你也可以在周末和节假日到医院和企业岗位体验，还可以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，走进社会，走进生活。每天放学后，你可以参加第2课堂的学习，或是针织手工，或是瑜伽芭蕾，亦或是书法国画。总之，这里不会让你闲得没事。毕业后你会发现自己成了妥妥的文艺青年一枚了。今年9月，学校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，那就是我们要搬入新校区了。让我来带你看看我们美丽的新校园吧。新校区位于自贡东部新城，占地950亩，紧邻花海旅游区和自贡高铁站，交通十分便利。校园里有山有水有桥，有城市音乐厅，有室内游泳馆，有2个大大的食堂，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。所有的宿舍都有淋浴和空调，所有的教室都有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。校园里还有创新创业大楼，你想在创业上小试牛刀，那就请你加入我们的创新创业俱乐部吧。好了，康康带你进校园走了一遭，你是不是有融入这个大家庭的冲动呢？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各专业的情况，那就扫描我们的2维码，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，这里有更详细的解答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光荣的白衣天使，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讲述大人求学、大医济人的川康故事，那么美丽的自贡、美丽的川味康苑、美丽的康康